媚秋媚之之，日前接你来信，月夕觉得惊喜交集。惊则惊那无情的光阴，何其过得这样的快？而媚你自身之幸亦多矣。资付却中央国币20元，乃查收回音事无，于是后尘。清末民国时期，粤闽两省先辈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并将辛劳所得及时地寄回家乡，赡养家人。这些附带家书的汇款，通过绵密的速递系统送到亲人手中，这便是侨批。近日，以侨批为背景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豆瓣收获9.1高分。截至5月9号，内地累计票房已经成功突破1亿元人民币，这让承载海外华侨华人艰辛奋斗记忆的侨批再度走进大众视野。尽管影片还未在香港上映，侨批却已经成为了9日在香港潮州会馆举办的一场活动上的热议话题。当天，由香港潮州商会、潮汕文化协会、汕头市潮汕侨批研学基地联合主办的跨洋家书一信看海外华人故事侨批展在港举行。一封封跨越重洋的家书，生动地呈现了华侨在海外的艰辛与困境，对家庭的关怀以及对祖國的關心，也讓大眾對僑批這一項人類記憶遺產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認識。嗱，僑批咧就係顧名思義就係海外華僑寄翻去家鄉嘅信，不過呢個信咧就唔係一般嘅信，係信裏邊再加埋佢哋匯翻去嘅錢，所以就係叫做僑批啦。嗱，僑批對我哋研究歷史嘅最重大價值就係咧有一個好長嘅時期喺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中期咧，佢係可以話係研究潮汕地區本身個生活啦、社會啊，仲有係嗰度啲潮汕人士喺海外嘅生活同埋嘅社會環境嘅一個好重要嘅文獻。較講究生命月，江海望你心動念路。嗰個電影佢係以即係潮州話嚟做佢嘅語言嘅，咁講個故事咧，亦都係比較即係我哋話小眾啲啦，即係小故事啦，係一個地區裏邊嘅幾代人嘅故事啦。咁呢個咧反而即係會喺譬如從香港啊，或者喺即係我哋東南沿海啊，包括台灣，你睇到咁受歡迎啦，可能就係話我哋今時今日我哋中國強大起嚟啊！中國人都覺得有啲我哋過去好似唔記得咗發生過咩事，或者有啲唔見咗嘅嘢，我想揾翻嚟。咁呢種咁樣嘅即係感覺咧，就令到大家去對於呢一套電影咧有種嘅期望。而呢一個咁嘅潮汕方言都會有咁多唔懂潮汕方言嘅觀眾去捧場咧，説明咗而家我哋中國內地咧，其實對方言嘅嗰種嘅關注咧，係越嚟越有即係濃厚嘅興趣。方言的確係我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裏面好珍貴嘅一個部分，我哋值得去保留。我相信呢個係未來我哋可以期待嘅電影界發展嘅路向嚟嘅。